众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來》，我係 Rita 林玉天。台灣有當江有當豐富嘅自然環境，沒有any台灣嘅特殊嘅物種，無論係植物也動物。喺今日嘅節目當中，Rita 邀請大家再一次來認識any台灣獼猴。談到了猴吼，台灣獼猴，以為有乜嘅畫面呢？係咪有啲新聞事件，又係講自家親身有接觸過，無論係好嘅也壞嘅，無論係乜嘅現象，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再一次反省呢個現象，每半年喺那簽來認識台灣獼猴，韓國人因為兩百年來台灣獼猴強村韓國來統理幾多呢？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台灣獼猴強村推廣協會嘅秘書長林美仁妹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先來分享先生。嗨，大家好，我是秘書長林美仁，大家都叫我美美老師。先生好，先生有當到嘅故事，好詳細嘅啦，台灣獼猴嘅樣本是當簽嘛，來到呢協會還有當重要，是係要開通嘅荷蘭人啦，荷蘭嘅先生當重要，為大量大家來認識台灣獼猴哦。今日當歡喜邀請到咪係呢個客家鄉親係李豐宇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李豐宇，今日當歡喜來到咧。都大家分享台灣獼猴嘅故事。哇！希望大家歡迎兩位先生來講到有秘書長，韓國有荷蘭人喺節目當中，成日幫大家嚟認識台灣獼猴嗬。你講到，其實我相信可能大家會有當多嘅畫面啦，可能猴從事嘅東西個猴觀農圈，因為可能冇了解是為小可講講，唔過未用因此嚟講個猴當地認識，係咪你做得喺哪處咪嚟認識佢，幫大家啲講你做得嚟老同活和平嘅共下相處嚟理解嚇，所以其實有了解協會，我咪就當貼片咯。台灣獼猴強村韓國推廣，幫大家來認識，所以秘書長今日啲咧，談講你從細時到台灣獼猴，從小就跟這些台灣獼猴，算是跟他們一起長大的嘛？算是。係200年嘅故事，然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協會？其實一開始我們創立的那個算是一個社群，叫做台灣獼猴支支黨。那一開始是因為，我從9歲開始就跟着我父親上山。那上山的過程中，其實就認識到台灣獼猴。那我父親對獼猴也很有興趣，他就開始了他的研究追猴之路，這樣子。真進行研究哦。哎呀。哦，所以你從小，你們家是原本是去爬山嗎？對，原本他只是要去登山健行這樣而已。那後來呢，因為他本身是國中老師。那他自己就發現說，奇怪，怎麼跟我們一般刻板印象中的那個課本寫的東西都不太一樣？他才開始進入了這個研究的過程。哇，所以研究變成你自己一起來推動，甚至成立了協會。對，因為他在研究的過程中，其實他很認真在研究啦，可是他比較老實，那他比較不會說去做更多讓民眾了解的故事，或者是讓大家更了解這件事情，科普要怎麼去做推廣，所以我們後來才又轉而成立了一個協會，然後去推動這個科普教育的過程。哦，所以其實心理協會因為係一種剛才講到嘅，就是教育的一環嘛。所以除了有你的嚟推廣，那像導覽員就很重要，要帶大家實地去查訪，係嘛？所以你提過，你自己喺呢協會當中，你是係愛突然大家去認識台灣獼猴啊？我是講個配通嘅導覽員啦，是講個美美老師在13年冇辦法停手嘛。哦，所以美美老師係突然係主角，一直在停手。你下就幫忙，嘛你來參加了活動嘅人講呢啲注意事項。所以你哋係一個團隊，是一個 teamwork， 所以係個老師在主講嘅時候，嘅身旁有陪同的導覽員，大家會強下溫馨，注意到大家嘅安全，一個指頭記得要注意乜嘅，咁樣嘅。有嘅啲嘅事情，咪到你嚟講，後。美美老師咧講嘅嗬，可能就好唔清楚嘛。喺度旁邊什麼咧講過，你係用乜用乜嘢？該好用乜嘅新聞係乜事情，還是其實好啲嘅。哦，原來係咁。所以美美老師，你的協會地圖，你們在推廣就是所謂的理解共存，就像你衣服上3步驟理解共存哈。我們要怎麼樣理解，怎麼樣共存呢？其實為什麼我們會用理解共存來作為我們協會的一個主要的主旨，是因為
你对一个野生动物不了解的时候，像你从新闻上看到它在抢食，它对塑胶袋有兴趣，大家就会恐惧它。所以我们成立这个陪同导览，或者是我们去做宣导，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说，我遇到这些突发状况，我要怎么去应对？那再来呢，理解了之后，你才有办法说，我在跟他在台湾这块土地共存，永续和平共存下去，这样子。所以也是化解大家的不理解、跟紧张、跟害怕。不然人家动到的新闻事件可以落幕，就不会再发生这所谓什么人猴抢食啊，或者是有一些大家看起来好像觉得说，有点害怕的事情啊，不敢说完全让它消失了，但是就是尽量减少。所以从你到底在走投览员，像这样子陪同导览员都是需要经过培训的吧？对，他们大概都需要经过40小时以上的培训，然后还有面试啊、考核，对，然后去看他们的整个应对的状态，然后他们弘毅在这边至少已经待了2年有了。哇，所以真紧去考试，弘毅讲我们要 audition 哦，考试是要怎么样？真紧送到3档系吗？冇啊，有个口试啊，还有笔试啊，咁又對個美好嘅知識，知識啲啊，讀書啊等等，大家都已經講啊。不過你上去真緊，你讀到好嘅時節，一定要不害怕嘛，對不對？好，然後要很鎮靜，樣做得。該先生該攏先用去上來來做了陪同導覽員。我家下還冇退休前我都喺教書啦。你咩先生？我學校是在財山旁邊。潮汕旁邊，財山旁邊啊！我學校係會是潮汕啊。所以當到校嘅係嘛？當到校啊，校喺度到你去學校啊。有乜嘢？佢你教乜解係啊？唔係啊，是校該是每是熬年啦，我是貴農村那樣。我到校到5地啊。咁有乜教學生，我是會講，要有機會，我是從而家學習啦，錯錯。這也是為人師表的心啊，所以希望講學來就得教通嗬。因為2年從我一家還冇去嘅學會時嘅未當到唔錯嘅觀念。有辦法，譬如講，有什麼是不對的觀念？有啊，講要校旺啊，我校食埋，攞食用膠。我大擺而家學校在宣導學校是冇嘅聲音啦，講我學生講，你好食埋食用膠。因為你可能會圖上全部愛用嘅啦。講，你可能要上當來就總用膠麼？那聲音是小啊，錯啊，冇用膠啊，錯啊。所以佢特別種迷失嘅概念、錯誤嘅觀念啦，我是學的醫療協會，我都重新吸收，都會教學生。所以其實剛才從廖豐儀先生講，我們有很多不正確的觀念，也還講，你可能看圖，我們只是好像只是看到一個影子而已，但是其實 animal 真正看到啊，該地圖的遺憾係乜嘅？譬如講，在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我哪一些觀念是錯？像剛剛說的猴王，就我所知，猴子應該是母系社會。對，沒有錯。就是因為他們是母系社會，可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文化還有社會氛圍都有猴王都告訴你說，動物就應該有一個王。那可是我們現在漸漸的說，我們要去威權化，要平等，所以我們也希望從協會開始，就告訴大家說，猴子它其實是母系社會然後漸漸的去削弱大家對猴王的這個刻板印象。應該是說要把這個正確的觀念廣播大家來談。所以你可能猴圈地圖都係媽媽8點聲音呢，媽媽帶着小猴嘛，那男性的就是公的猴子，給改公呢，它的角色定位是什麼？比較像是工具猴啦，或者是類似一個。他需要去做勞力活啊，對。然後比如說，在社群裡面有一些糾紛需要協調的時候，就會請他出面，就有點像是我們說里長，的感覺，比較不會像是王，而且他也需要被更換，因為女生可能就這時間到了，他們可能覺得這個里長做得不好。真是的，還有選幾個制度哦。你比較像是就是接受這些男生進來，所以比較不像王的角色。所以在猴圈地圖基本上在貴農圈，他們就是母猴跟小猴子。該誰來猴是猴，沒有講猴王哈，公猴哈，其實係在地圖附近可能侵蝕的，還有排解一些糾紛，就是這樣子。
刚才讲到大概是4年会轮替一次，是不是？平均4年，因为他们女生刚好4岁来月经。然后性成熟，那女生为了就是男生为了避免跟自己的子女近亲交配，哦，其实对，这是一个机制啦，对。你当特别好，你系台词人当中嘅自然有安嘅规则，所以记得咪系要了解安嘅事情咯，哈。好，等下呢，你节目倒轉啦，有介紹嚟談了秘書長韓國了李先生嚟分享，喺台灣獼猴鄉村推廣協會做嚟哪啲事情，你做得認識乜嘅東西呢？你下介紹倒轉嚟復習嚟咧。大家轉到復習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晡日喺節目當中邀請到台灣獼猴鄉村推廣協會有秘書長啦，陪同嘅討論人來到節目當中，老大家來紹介台灣獼猴，可能有得概念，你係唔錯嘅哦。你外來喊下簽嘅認識有正確嘅概念，是做得到台灣獼猴好好相處，鄉村很夠理解得到。再一次來分享協會嘅秘書長啦，陪同討論人李先生兩位好。啊，剛才講到，以前你談到台灣獼猴哈，這是我們台灣的很特有種嘛，咪係保育類嘅動物。我們是到2019年對才取消成為保育類，對不對？對，現在它就是一般類野生動物這樣子。因為嘅數量又拉到，它的數量夠多了。應該是說它的保育等級，可能覺得他們覺得獼猴的保育等級可能不再需要在保育上面了。就是他們繁殖的不錯，安永英。其實對這個我是沒有覺得他們繁殖很不錯，因為野生動物在他們資源沒有那麼像人類這麼豐沛的狀態下，也許大家看起來它數量很多，或很容易見，並不代表說它的生存環境很好。哦，對，錯，所以協會一起講到共存，你要兩招14講，我們彼此理解。啊，可能他不一定理解我們，我們理解他。你人類嘛，哈，你生態了環境，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跟野生動物有一個很好的平衡啊？用你，所以今晡日你喊哪親來了解台灣獼猴，像我們一般了解的台灣獼猴，剛才線上講，台灣獼猴到底吃什麼？那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什麼？我之前看台灣獼猴很厲害，他們會爬那個岩壁哦，非常厲害，像個過山，按騎下來，騎到了平地。來落雪，我就覺得很厲害。那我知道他們是雜食性，夠第三檔，他們到底是吃什麼呢？像我們有時候爬山的時候，在帶導覽團的時候，我們就會請像陪同導覽員去挖那個獼猴吃過的土啊，嘿，是土啊，真嘅，是土，係是土。咁你有冇看係幾食過嘅土？就是講喺旁邊，美老師會介紹嘛，哈，就講該土吼是講該土是可能有食過嘅啊，是該。牆壁嗰對面哈是應該一直那塊，沒多些呢，沒多些。我們也可以吃那個土。對啊，它吃起來有點類似中藥的感覺。感覺啊，對。你有吃過嗎？你有嘗過嗎？有啊。他們所有陪同都有吃過。食過啊。沒，你係講還有食過，你找哪來學？唔係，是該土。你沒有該食過，就他們是有特定的區域食土，像是在樹根下面或是在岩壁上。那如果在樹根下面，我們比較好取得的，我們就會挖那個地方的土，稍微一點點給大家吃個味道。哇！所以它又分鋪位，就是不是隨便的土他們都吃。沒講青菜土質的是啦。所以記得有討過，可能是在樹根下，它的水分啊，或是它的營養成分啊，大部分是礦物質比較多，像鐵質啊、鈣質這些比較微量的礦物質，他們會去攝取這些。哇，動體片嘞！所以其實我自己好開山時間我是看過，就是在那個步道的欄杆有一坨一坨像奶油孔有。然後長輩就說那個是猴子的便便，是土哎，還是那是其實是他吃過的，應該是，就是一坨一坨哎，那真的是大便吧？哦，該是便便，該沒土，該真嘅係屎啊，該是，該是咩奶啊？該沒奶，那係該別上別個該是奶。哦，所以安安走在看呢都是錯的，所以他們甚至還會吃土，所以不是只有吃香蕉。
香蕉基本上是人给的，他们才会吃，或是动物园里面的，那是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对，我们早期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取得，比较容易喂食圈养动物，然后就一直课本也画，然后绘本也画，卡通也画，所以所有的小朋友都说猴子就是吃香蕉。但是其实真正的在大自然里面，很少地方会有那么大量的香蕉树啊。可能也是嫩叶，然后有一些昆虫，蜥兔啊，当然有水果的话，他们也会吃啊，是果子所以呢全部有柿子球类。所以你今天有看到都来了解推翻猕猴。我们常常在看到猴群里面，刚刚讲说其实没猴王是李长博，是母系社会，但是用一口该每卡狗狗当狗狗该是猴王，高举尾巴就是猴王，但这猴王一定是错的。但是他为什么要高举尾巴？也还讲给我们个表情是来穿插给改清晰，我们也可以来认识一下，帮我们介绍一下。像举尾巴的话，它其实有非常多意思，就像狗狗、猫猫它们举尾巴的姿态啦，或者是当下的情境，其实都代表了很多不同的意思。像一般举 S 型，如果是雄猴的话，像现在是猴子的交配季节。他们每年10月到隔年2月是交配季，这段时间每个男生为了表示自己很帅嘛，都会举尾巴给女生看。就是有点展示他自己，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他身材很好，他很英俊。那还有就是说，像我们常常看到落单一只的，大家也说他是猴王，但是其实落单一只，他为了壮大自己的身势，他也会举尾巴。那走树枝平衡也会。那像还有就是威吓，我们红衣拿那个威吓的表情给大家看，威吓的时候也会举尾巴，就是一个展示情绪，然后或者是展示他自己，各式各样的意思。很安用音哦，所以可能像这个有点所谓的呲牙咧嘴。来，我们来看正常版，正常是这样，正常这个就是他在威吓的时候，对，威吓。请问你来讲不？莫过来，不要过来，就是在生气。还有喊音，喊音，莫来，好像要展现自己很强壮这样子。那很多人看到这个表情就会以为说，他要攻击我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就会拿棍子要驱赶他这样子。但是其实面对他这个很简单3个步骤，就是闭上嘴巴，不要看他，然后离开就好了。所以点是好嘞，莫看机是走，那是好嘞。因为眼神交汇的时候，有的动物它就觉得你在挑衅我，但是对猴子来说不是挑衅啊，因为我们平常在带导览带什么，你看它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在它生气，因为它情绪已经不稳定了，你又一直看它，它当然会更紧张。臭哦，其实跟人类就一样啊，所以莫讲话，莫看机，撒撒走。听听啊哈，也不要用跑的，对，点走莫吵嘞，好嘞，原来係安樣嘅哦。所以其實獼猴還有動作嘅姿態出麼，像線上介紹還有準備咧，幾個有的表情啊，也了的，就是可以讓我們更多的來理解獼猴，對不對？是，好，線上該會該係邊個？你係講該。猴怕你心中會用半音啦。係講猴來，因為如果我們真的在山林間遇到獼猴，真的有可能它就會跑到我們身上嗎？這個狀況是比較少，但是像比較離人比較近的，它有時候就會對你好奇，會摸你或跳到身上。壽山比較多啦，那霧山那邊偶爾也會有一些。那剛剛有聊到說，像台東太原也會有。那有時候我們沒有主動要去觸碰它，可是人家呢它會跳到我們身上。這個是你們去抱這個猴子嗎？沒有，那是我們的，像這個也是陪同導覽員，然後另外的是我們的團員，就是跟我們導覽的團員。那猴子跳到身上，我們就會教育他們說，你就往前走。好，你不用像他就會刻意要放他下車，但是猴子就是像小朋友，對，像小朋友一樣，你不是叫他往東，他就往東的，然後他會想下來的時候，他就會自己下來啊，你不用刻意去驅趕他，或試圖要甩開他，因為有些人會甩背包或想把猴子甩下來，這反而會造成彼此都受傷。所以開始點的時候嘞，就是很自然的，那猴子也不會傷害我們，對不對？對。所以剛剛看到一般猴子來說，它可以來摸我們。如果你走，我們得主動去面基，我們不可以主動去摸它，對不對？那也不可以隨便餵食，應該說不可以餵食，應該是說不要把你的食物拿出來，因為我發現有很多遊客就是只會記得不要餵食，可是他就會把食物帶着，或者是
塑胶袋拿着。刚一拿出来，其实讲哦，又好吃的木珠子会拔给，那他当然会想要过来分一杯啊。是。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知识哎。所以你可以讲送伞来讲哈，我们的装备里面一定会带包包嘛。包包里面该写的东西就唔得拿出来系吗？是讲冇不能好看到有字台，你看到有字台，你是讲我地方有写的东西。有没有安静哈？为什么他们看到塑胶袋就会觉得有吃的有食物？因为因哈都把写的东西变有字台啊。哦，这是第一个。该好哈，咪会學啊！一學佢，嗰啲話要寫的東西哦，幾時啲？是說可能要有字台上來所以那可能有東西有什麼這樣呢？所以安用所以當我們在野外遇到台灣獼猴的時候，你該鋪就寫講，最好是講莫接近，就我們不用特別接近它，然後就是相安無事哈，各行各嘅路哈。如果係講佢話減來，它如果靠近呢？它如果靠近。我们就还是静静的，就像刚刚那个样步骤，不用特别的过度反应。刚艾弟讲，刚才美美老师有讲的话，有人会拿棍子，这样子就是想要把他们驱赶走，但是其实不需要，对不对？因为我遇过很多登山客，他们在寿山爬山的时候，因为猴群那里就是他们家嘛，那难免猴群会在木栈道上面，那他们就会想说他是要拿个棍子把他们赶走，说其实你就直接走过去，他们就会让开了，嘿吗？也不是让开，他们就是会坐在那边，他也不会特地去抓你或干嘛，只要你手上没有任何他觉得是吃的东西，基本上你就是过你的。他们不会特意的想要对你怎么样，这样子啊，所以你真是要按正確嘅觀念嚟講，無論係野生動物呀，你人類生活環境，你會有衝突嘅哈，你是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是最好嘅哦。等下到轉來哈，你來看，用百年啦，嘅觀念其實先頭出去，本大家有正確嘅知識，你啦野生動物做得好好相處呢，你下繼續到轉來復習來咧。食物不要外露，不要大声尖叫，塑胶袋收起来，好不好？好，来，我们要准备上山喽。猴子里面没有猴王，为什么？其实呢，他们是母系社会，所以他们并没有猴王这件事情。猴子平常除了吃果实，就是吃叶子，还有吃什么？泥土。对，泥土会吃。你们有没有觉得猴子吃土很奇怪？猴子呢吃的土里面其实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靠吃土来获得这些微量元素。看到了两片起都很等一下，你今天走在太南还会去铁山呢？我觉得那个感觉跟我们刚刚讲，我印象完全又不一样了，好舒服，好自在。好，美美老师好有活力哦！谢谢。土人台尬喜善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还没你讲到那个还高肉，就是从我们的生活开始做起，不能成日台语没还要穷用，按紧扣的概念，让我们可以真的好像。解开原本不理解的，或是打开一些心结，知道吗？啊，线上刚好，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跟着猴子去爬山，还有一些名额，还有一些场次，甚至有讲座，已经要sold out，大家把它机会，让大家少改一下。我们呢在1月14号的时候呢，在我们新竹呢有一场讲座，现在还在报名中，限额50名，现在已经报名大概1/3了，大家要尽情把握。那我们年初3有一个刚刚影片中介绍那个生态导览的活动，目前还有少量名额，可以再私讯我们粉丝团这样子。哦，你所以上一签台湾獼猴乡村推广协会，当时在签的都了自信呢。对。哦，
所以安用您推广，其实这个协会这样子，美美老师这样推广多少年的时间了？从资治党开始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哇，为什么让你这么坚持？就是因为爸爸那样的研究精神吗？我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啦，所以如果说因为爸爸好像也没有那么全然，但是就是我比较是一个打抱不平的人。那因为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我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那就是觉得为什么新闻中或是大家刻板印象都把猴子说的这么坏？那我们实际上相处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糟。所以台湾猕猴有点像是你的兄弟姐妹哎。对。难怪你有安亲的感情，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感情，才有这样的动力啊。所以因为安用英你就开始来做。然后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就是从安利盖养田洞中看到，就把这一些介绍给亲子们一起来认识，包括他吃的东西、他的习性，他其实蛮可爱的，他可以跟我们成为像兄弟姐妹、像朋友一样。像美美老师这样，大概这10年来已经带了多少的团？应该目前知道大概已经超过1万人次以上啊，有一些他们会重复再来参加，或者是介绍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这样至少已经1万人次以上，超过1万人嘞。所以应该可能都已经了解了正确的知识啦。除了本台家康乐散读，其实现在协会也在做校园推广的宣导教育，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有企业赞助，或者是像政府单位他们有提供协会部分赞助的金额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做2年去做免费的入校宣导活动，那就是从寿山周边一些人猴冲突比较频繁的学校，然后甚至到我们偏乡都有去跑这样子。今年跑的比较多，今年跑了大概53场。哇，都厉害呢！所以安用算来，哇，你这样子，1个月是4周，你平均每个礼拜都在外面啊？对。而且中间还扣掉有一段时间是疫情停课，对，所以我们下半年几乎都是在赶快把学校跑完这样子。不然所有的成员要寄回认识安用正确的知识。像美美老师因自己去搞演的时间，像陪同导览员也是要跟你们一起去做讲解吗？他们像我是跑学校嘛，他们就是像我们这次跟农业局有一个禁止饲养台湾猕猴的宣导活动，那就是请他们像登山口，每个假日在登山口。龙泉寺登山口或者是动物园登山口，因为人潮比较多、比较容易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讲解跟宣导这样子。所以，你係講而去高雄壽山、柴山附近，而去墾山的時間，是會看到線上，就是你們的這個團隊陪同導覽員就會在那邊講，注意乜改善，家下養田當中講，不要大聲喧嘩，不要尖叫，東西收好來，還個包包會把你偷錢，所以大禮拜會安去線頭哦。就到禮拜都要派人去來線頭哦，那個墾山人吼是第一個有正確觀念，是唔跟人猴衝突是唔好時候發生。有人講了有隻好人說講，你傳播一感應傳給一個人，他就有機會傳給10個人，然後不斷向外擴散，就會達成這樣很好的效益。兩個安因投入安做吼，像美美老師投入10年，線上開始做了導覽員，每2年的時間呢哈。有沒有什麼印象非常深刻的，在整個導覽啊推廣的過程當中？我們最近比較常遇到就是民眾可能會打電話，要求我們把山上的猴子移除啊，對。這是我最近接到至少有2、3通是這樣子的電話，這個電話蠻有趣的哦。他以為猴子是你養的，是不是？他們可能會覺得說啊，你們這個協會要叫人家共存是不可能的，那你為什麼不把猴子移除？那我就跟他說，我們這個協會沒有要你喜歡它，只是要告訴你怎麼樣應對。那它又是這邊的在地的野生動物，你要把它完全移除是不可能的。那你不如學習。那有些人可以接受啊，有些人可能就會覺得說啊，我不管了，你就是要把這個壽山的猴子都移除掉才可以，或者是有一些有人猴衝突，不只是壽山，像武林農場啊，或是有一些新聞點出現的，他們就會說，你要不要幫我們把這邊的猴子移除這樣子？唐多有一點難過哈，又對我們盤的，因為那個就是原本台灣獼猴的棲息地啊。是。所以，你是因為我們蓋了公園，我們用了步道，搶到幾個容體，應該是這樣吧？所以要移去哪裡呢？
他说好，请问你家地址在哪里啊？所以讲，你来理解来乡村，我除了係當好一個概念哈。剛秘書長說得很好，莫愛大家講清楚，要多愛他，多喜歡他。如果你了解的世界，對黑尾美好，對你自家美好，我們就沒有那個恐懼，也知道如何面對。好，你係送風都好誒。哦，該先生呢，你按開通頭來，要拄到嚟到馬甲本伊。印象當深嘅故事嗎？有當到。當到。我想聽個主持講啊，吼，個後啊就已經信動是嘛？個就是個後聲音吼，是總係講，我咪來試看。佢講啦。就講，我咪來試看，試看。但是講，你來錯呢，就是後時就上癮。但是講，莫緊張，一直莫緊張。然後你行，後時會做開，全是後時做開。啊，是學到咧啊！是學到咧，是好唔會緊張啊，呀，好唔會緊張。啊，佢喺錄起來咧，可以做紀念咧。係啊。咁要乜嘅？你係算係好嘅嗬？好嘅啊。有拄到乜嘅當麻煩嘅冇？未有啊，像喺老人家嗬，你話基本上個人講，你喺哦當特別當從喺東西啊，哦，咪咧講你喺樣辦，我咪咧介紹就講哦。其實吼，你係好嘅地方啦，吼，你咪講係農村啦，吼，你咪是嚟宣導講，你啊，你來也是嘅吼，愛注意埋事情，哦，愛唔會，有時來唔會拿出來，吼，物嘅吼，今日講話錯啦，你講咪就錯啦，你咪慢慢講。講你係好嘅不卡，你落到你嘅不卡講，拍成我來行路吼，我來開山吼，用啱嘅心情係嘛？因為老人家講吼，佢咪為咗夾數啦，咪啲呢咪用心嚟樣做啦。哦，所以目前為止推廣到現在，有沒有收過這個很暖心的，說你們好棒，謝謝你們這麼用心？其實最近越來越多，就是像最近我們壽山動物園要開園了嘛，要開始試營運了。那有些民眾也是會反映說，那壽山動物園還有沒有野生猴子在那邊？有的話他就不想去。那漸漸的有些人會回復說，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棲地啊，我們要尊重它。現在這樣子的回復越來越多，那我們就覺得，其實推廣還是有它的效果在那裡。用因是有蠻安慰的哈，因為推廣有辛苦，每本大家對台灣好啊，無論係對教育的方面，還講對你平常時的想法。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正面的傳遞。咪希望協會長長久久，讓你共下來分享知識，也讓親子有機會做得接近大自然，接近台灣美好哦。再次感謝秘書長妹妹先生，感謝李先生，希望你哋。我想最尾呢 ，Rita 是來老啲好吉好字嘅見面嗬，來老大家講，希望收看，希望讓認識台灣美好哦。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李先生來做認同了，希望大家上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傾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